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11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以西结书2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54节到第8章第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荣光。真地的传统宗教拢会将人当作是神囝啦神主，特别是迄个王啦，或者是讲皇帝啦，拢会将家己当作是神明的囝。这甲台湾的佛教思想真类似，认为人只要做好的行为，就会当成佛。事实上，行为更较好，人还阁是受造物，永远袂成做迄个创造者。先伫以西结伫这个以西结书2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对外邦的太王的提醒。安尼讲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着甲太王讲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。你心内骄傲，想讲家己是神明，坐伫海中正神的座位。虽然你心内安尼想，其实你是人，毋是神明。你想你家己比但以理较聪明，明白所有的奥秘。你靠家己的聪明甲技巧得到财富。累积真侪金银伫库房，你运用最胜利的聪明增加你的财富。你因为家己的财富愈来愈骄傲，所以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因为你想家己甲神明同款，所以我要带列国中上凶恶的外国人来攻打你。因要背倒毁坏你用聪明建立的成就，互你失去光彩。因要甲你迄落深坑，互你惨死伫海里。你敢会当对甲你杀的人讲，你是神明？伫杀你的人的手中，你不过是人，毋是神明。你被死伫外国人的手中，亲像无受割礼的人死甲真见笑。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。经文一开始，其实先知就安尼来强调，一定会受难的人啊，就是讲人是必定会受难。因为更较有能力的人，地位更较悬的人，拢毋是创造者，毋是迄个永远的上帝。总有一天就拢会朽坏消失。司提反是第一个受难殉道的人，但是伊非常清楚家己的呼召，就是要来传迄个国外的基督。伊并毋是惊迄个罗马军队，伊嘛无惊犹太人的压迫，伊更较毋惊死亡的威胁。司提反伫面对审判的时阵，反倒当伊更较勇敢，更较清楚来见证国外的耶稣基督，以及伊所要传扬这个国外的福音。也因为安尼得罪着犹太人甲遮的祭司大祭司，但是司提反却是伫见证国外的基督的时，看见着上帝的荣光，因为伊互圣神充满了。伫这段的经过记载伫使徒行传第7章54节到第8章的第1节。因听到司提反这的话，就非常生气，对伊加加切去。毋过司提反互圣神充满，抬头看天，
看见上帝的阳光，嘛看到耶稣徛伫上帝的正面。伊讲：你看，我看见天开，人子徛伫上帝的正面。众人迄天大声喊，做伙请我去，甲伊拖出去城外，用石头甲伊钉。遐个证人将家己的外衫交予一个叫做扫罗的少年人讲，因用石头钉司提反的时，司提反反求叫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伊阁跪落去大声喊：主啊，毋通将这个罪来归乎因。伊讲了就死。第八章第1节讲，同迄日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，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拢分散去犹太甲撒玛利亚的各所在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。伊用威严做衫穿，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侠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动摇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底夜涌，大水夜涌出大声，大水夜涌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涌，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天父，愿恳求你，互阮有司提反的勇气以及号召，会通明白你所摆伫阮眼前的呼召，努力去追求上帝的阳光，去关心软弱的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